再来看高雄左营的高博社区附近的人行道，昨下晡路边的树啊倒去缀着路边的汽车哦，这附近的树啊拢互白下酒甲空气，随时拢有倒去的危险。也毋过因为社区的管委会要安怎来处理，阁无共识，所以办公市政府会当来倒处理。公园处是表示讲哦，因为路树是私人的产权，因无法度直接处理，若有危险会当通报市政府协助。长期的树仔倒伫马路下骹底一台车，高雄国贸社区外围的人行道顶悬，一张路树初七下晡2点外雄倒去，讲到路边停车格的车将后斗仔讲歹去。可能修的费用比车子还贵吧。车尾转来事故现场，路树还未清走，倒去的所在会使看到白狗遐将内底酒甲真松，但有问题唔拿这张树仔。我们的树木很密集，有包括了树瘤，包括这个虫蛀，所以那时候这个里面空心的时候，但是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它就是这个应声而倒。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检测所有的这个树木是否这个遭受到这个树瘤跟虫害。几若张树仔久甲剩树根，拢是进前风台天倒去的，加载无讲着人。附近阁有生真大粒树瘤，也是中央空心的路树，互居民烦恼出入安全。专家提醒，路树空心烂去，也是底部出现大的壁损，拢可能有倒去的风险。先肉眼去看呢，它有没有中空腐朽的部分？有的话，我们当然要做进阶的检测，它的腐朽空洞有没有超过断面积的50%以上？褐根病啊。有长灵芝啊，干基部有一个很大的裂痕，这种一般是相对于比较危险。过去社区管委会对路树的危险也是处理必要性一直无重视，目前阁有真侪风险路树无处理也是移除，居民希望市府会使斗3工统一处理。公园处回应，当地路树属社区产权，市府无权利直接处理，但若有安全疑虑会使通报市府协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